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？杀了他！云姑娘怎么还是执迷不悟？各施其主，不问缘由。只是云姑娘这剑上毫无杀气，你虽然看起来来势汹汹，但是手到心未到。别再说了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杀了他！你忘了我选择你那天你所发的誓吗？给我狠狠的打！谁打赢了，中午就有红烧肉吃。公主，这是我们最优秀的孩子，你选一个吧。妈妈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公主的贴身侍卫了。你虽然不是白衣巫师，但你是白衣巫师的下属。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对你下不了手。我求你放了宁妃。我不要你求情。他作恶多端，你为什么要替他求情？在你眼中他作恶多端，但在我眼中，他却是精忠卫国。你跟他飞那些话干什么？杀了他，要么被他杀。我们瓦剌人不成功，则成仁。原来你们来自瓦剌。宁妃是瓦剌的公主，我是她的侍卫。为了瓦剌，我们不得不这样。瓦剌如今内乱，四分五裂，你们想要找到日月神鼎，唤出金人相助，重新统一瓦剌。为了神鼎，我们千辛万苦地进入皇宫。宁妃被皇上选中，我加入了锦衣卫。但是，找到神鼎的这个过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因为不止我们一方在寻找神鼎，而且后宫勾心斗角，也让我们惴惴不安。所以，公主在自己身上施展了萨满法术。所以你就谎称说自己怀了龙种。没错。如何躲过御医的检查，再生下一个孩子，确实让我们感到头疼。我想徐太医最终应该是知道了你们的秘密，所以最终才会死于非命。然而你们最终又找到一个怀孕的宫女，来冒充宁妃。是的，我们无意间发现瑶儿跟程志远之间的私情。你一个宫女突然怀孕，这可是死罪啊！但是我并不想把我们的孩子打掉。要不，我们私奔吧？私奔？那你舍得舍弃你的大好前程吗？为了孕育和加速移魂鸟的生长，每次都知道他们在哪儿，就让他们斗得天昏地暗。我们趁机把宝图夺过来便是。实在是天赐良机。可你说的方法是？你先回避一下，看着便是。来人！
把他带上来。是。进去。六王，小蘑菇，想报仇吗？想。现在就是你报仇的好时机，只要你能找到他。如果我找到白巫师，六王会如何处置？怎么？你还担心本王会放了他不成？是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严刑拷打，替你报仇。多谢六王。等事成之后，你想要什么就跟本王说。我只要血刃仇人。哈哈哈哈！下去吧。呵呵呵呵呵。现在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招数了吧？哼，这方法真好。听侍卫们说，天目道长跟太后打起来了。乐平，母后，母后，乐平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母后，太后寝宫的变故，你听说了没啊？太后已经回过神来了，没事儿了。可是我听说天目道长和宁妃都失踪了。这些事儿李六王叔会处理的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赶紧回宫去。可是天目道长现在处境很不安全，我要去找他。你找他？你能帮他什么？别忘了，你可是金枝玉叶，可比那臭道士金贵得多。赶紧回宫去。我不，我要去给他助阵。你越来越任性了。在这附近？对，味道就在这附近。哎，你看，李六王叔已经在找他们了，赶紧回宫去。乐平，乐平，这个不省心的孩子。没错，肯定是在这儿。平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。六王叔，我听说宫里出事了，就出来看看。小蘑菇，你也是来找你师傅的吗？我师傅？我师傅怎么了？你师傅跟白巫师斗法，他们俩都消失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消失？乐平，乐平，别在这儿添乱了，跟我回去。我不，小蘑菇都在这儿呢，我也要跟着六王叔找到宁妃，找到天目道长。胡闹！他是谁？他只是个小太监，你呢？你可是公主，能一样吗？平儿，还是听你母后的话，回去吧。母后，我求你了。不行，公主，回去吧。母后，我求你了。母后，我不，放开我！母后，我不。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还不给本王找？就在这附近，要不就一起搜搜吧。搜。我是不会让你抓他的。你要是想抓他，就先杀了我。云姑娘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剑在你手，还不赶快动手！公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根本杀不了他。你，我
早料到会这样。天木头，我千算万算没算到，云香容会对你动了真情。要不然的话，你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来人呐，快抓住宁妃！抓到宁妃，重重有赏。你要干什么？感应符。小蘑菇，现在只有你能听到我说话。是。带六王去其他地方。他杀了那么多人，我怎么能轻易的放过他？如果放了他，怎样慰藉那些冤魂？他已经没有任何法力了，他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？我知道你护主心切，但你也不能黑白不分，善恶不辨。自从我被公主选中那天起，我的心是他的，我的命也是他的，我的一切都是跟着他的。如果你要抓走他，我只能死在这里。何必去求他？既然任务已经失败了，你我就在这里以死谢罪吧。云姑娘，罢了，我答应你。我不想让你死，我要你好好的活着。不过你让我放了宁妃，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小蘑菇，你敢戏耍本王！王爷，我和白巫师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是不会戏耍你的。如果这儿没有的话，我们去别的地儿看看。什么条件？宁妃从此以后不准再踏入中原半步。我替他答应你。谁让你答应他的？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不稀罕。天木头，你现在就杀了我吧！公主，谁让你叫我的？不准叫！与其在这里丢人，不如就让他给我个痛快吧。公主，您不觉得现在比起神鼎，您的命更重要吗？没有瓦剌的大业，要我这条命又有何用？公主，您错了，您肩负复国使命。如果您的命没了，拿什么再去统一瓦剌？公主，请三思啊！好，我会想办法送宁妃出宫的。天魔道长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三爷已经准备好。请问是哪位要出城？宁妃，趁着天明就赶快上路吧，不然可就来不及了。
公主一路平安，早日回到故乡。事情若不妙，就尽快脱身吧，不必再趟这趟浑水了。好自为之吧。谢公主，公主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谢谢。你不用谢我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宁妃以后不再杀人，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对了，云姑娘，你以后作何打算？我继续留在宫中做锦衣卫，帮你找到神鼎，报答你的恩情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对神鼎有任何想法。也好。小蘑菇，你已经戏耍本王一晚上了，耍够了吗？六王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白巫师的。那为何一晚上都没有找到？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希望六王能保我师父安全。本王答应你便是。那好，希望六王不要再食言了。我现在就带你去找白巫师，如果找不到，小蘑菇愿以性命相陪。你最好找到，否则本王可以让你有1000种死法。是，还不快找！师傅，咱们加快点吧！快，再快！再快点！快，再快！报告王爷，里面没人。给本王找！给我追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快！要追上！这不是宁妃吗？哦，不对，应该叫你白巫师才对。怎么，不认识本王了？你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不需要你管。别这么说嘛，不管怎样，我们也算老相识，我关心你也是正常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那就要多亏这个小东西。小蘑菇。没错，
就是我小蘑菇，就是被你害惨的小蘑菇。可惜你身上的味道被我牢牢记住了。原来你是闻着味儿过来的。哼，那还要多谢你，当初把它变成了一条狗，让它有了狗一样的鼻子，还有狗一样的獠牙。他可想把你撕成粉碎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把你手上的仕女图交出来。我没有拿到什么仕女图。你这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。来人，拿下！不放车，睡下来。都撤退了，都撤退，其他人闪开。你确定你要在这儿吗？我不动，你放心，我不动，谢谢。小孩子这心眼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以为这样专业的？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被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。共同的敌人云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，那我要先干掉段飞！杀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师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